個後生嘅觀眾朋友可能都冇看過一種豐富嘅古早味豆腐乾，一種豆腐乾同人哋更加同一般小食店食到嘅黃色嘅豆腐乾冇兩樣，個盤也個軟。恁百姓做北埔所有嘅豆腐店都會做，唔過現時能存到三門街一間開業40年嘅豆腐店有睇賣，頭家兩公婆對30歲做到近70歲嘅，人客從北到南都有。伊能本單係一整日了2日，更加多些嘢變做1禮拜能做2日的。老主顧想去買，還會等到拜6禮拜哦。半夜1點半，古夜鐘頭10點。俺做多了。北埔路基順的豆腐店，冇豆機正開始冇豆嘅，是分享兩公婆就咁樣開始營業的小頭。今日過暗部，睇佢70件的無豆嘅，一手嘅用到幾許度空，冇出來一種應力變出，再過老一條種用到5個度一組。同時老婆比鐵，定解一下再做豆腐乾嘅。我哋做60件，應該做幾多點鐘60件來講，你這家行來從早先咱行嘅時間做到5點2分。那慢慢做啊，這個慢慢做，冇趕啊，冇趕時間啊，慢慢做。有時古碌碌嘅蒸煮啊多嘅條呢。今日使用19粉攪拌勻來，天天呢乾做豆腐法，一時節通做愛夾，希望做出來嘅豆腐同豆腐乾就做唔到調價嘅標準呢。做豆腐愛夾啦，愛夾噶，用辦公。我夾頭你咪爛係啦。很少啊，打鐵趁熱啊，咁都爛。打鐵嘅春熱，打鐵都係乾燒啦。一天風一天冷，還吹摸好啊，係啊，我情況啊。你嘅豆腐面盤，你咪豆腐上咪軟，你摸盤冷係啊，你咪豆腐摸。種豆腐法度熱無為度烘，味道會做出傳嚟40年的功夫。食起來健健的豆腐，大概每菜變到黏，蒸做得老面部健上去，必則走。這北埔算係一家是啥呢？做了冇嘛該按乾固的啊，按做烘的啊，你冇去做。做豆腐乾，這個時間比做豆腐愛較久。未愛較太熱，豆腐乾做得用機器來炸，唔過豆腐做唔得，請做得用泰式條來炸，等佢炸出血嚟。要耐心啦，做了要耐心啦，軟，咁咪好食。你做到硬哦，濕煮冇事。當禮拜日、禮拜六愛。那開所謂嗰嘢無味，係具體的、本地盲切的豆腐乾，調羹用同叔叔嘅路邊垃圾切出一堆嘅飽滿嘅豆腐乾，唔過會搞到人客數空，還忙的事。邊人嘅拍攝豆腐乾，在個邊落規劃嘅。從牛奶用嘅灌水度烘，比通下個會行較好上色。所有嘅豆腐乾經過廠人生產溫暖高焦，撒下來在邊落用黃基椰粉調出來嘅金紅色嘅水調度做幾分鐘嘅，氣溶漸甜，
北埔一間老挑夫店，曾有嘅鳳挑夫館就做好嘅。从这里忙人多了，先系样嘢。有啲幾一啲奶片買，奶片你如果照過來買，奶會是為嚟買啊？種啦，泰然、葡然、泰然、葡然、咖喱、種花、美麗、南種，嘅人都會嚟買。條架用建工花，素行建造，將挑夫館平嘅嘅面粗大，捧起來嘅粗面，再個表量一下嘅，就等人客來搞講呢。廿新年咯，細細時就是來留佢買，我不下件咩嘿，專門愛食佢挑夫館，皮膚也冇愛食，皮膚也嗬硬硬啊嗬，冇強壯，誒，佢嗬又軟。要要嘅挑個妹嗬，千重啦。北埔強嘅屬葡北美，見度度景色，也會買一種挑夫館來釣三鮮。唔但請有誠意，看起來未隔一獎。平常時嗬是當好食咧，平常時嗬用醬挑油啊，是啦嗬，佢挑夫館嗬做到7年啦，真順啦，春黃豆嗬。做愛嗬當面啦，韓國見時嘅時節啦，咩當好種啊？見時嘅時節嗬，雞肉、豬肉撈3地挑夫館落去，3生用見時、見8公，初一十五嗬，韓國年節嘅時節，係啊，全部愛來買。上報啦，你答咪上節上。早晨5點開始，老主顧就溜溜縮縮來買挑夫館挑夫。平常兩公婆就去按樣一撒做一行，條架樣負責買，條架負責做，無限次差條架，但所有嘅東西就準備好勢，將愛心嘅停下腳步來接受訪問。特別需求量好多，工廠有愛，廟行有愛，那邊有愛，你要通通不用來。跟你條牌一張嘢做幾多嘢？一下咧？一張嘢2嘢啦，通通做啊。幾一下咧？你係禮拜做2嘢，一張嘢做10天的樣，8天10天這樣。民國60年，喺鐵路橋做世界氣溫強，每到愛加村地位前，學一部體勢，特別走去虎橋學做挑夫。冇想到一做就係40年，想起條牌嘅團唔客氣去做，下下就係用手來做嘅嘢哋，確實有人苦。條牌受農行用台灣麻珠，我用暗講粗呢，用奶。用牛醃嘅挑醬出來，條牌做嘅也是用嘅啦，後來做安間護士買嘅鍋爐蒸雞，用蒸雞煮就好簡單好食。但係而家用做乜做到乜嘢？醬和安嘢啲，安嘢當嘢呀。兩公婆已經70歲，孫女就大爺。冇經濟壓力，一下一禮拜就做禮拜6日2日的生理，盡做運動。唔過經營挑夫店真是太缺嘢，兩公婆認真地考慮愛退休。唔過名氣幾條老主顧，又遲到表唔落數。